刘角，来人了！新年快乐！原来是叔叔，来，这些小鸡你拿着，这把跟着我们带你肥肥撤离，咱们进步打他们最后一队，连你也跟上。不对劲啊，这队有问题。威龙，你没多少哈弗币了，去丢包撤吧。不行啊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？和爹一块撤吧。行，走，去接飞升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没人追过来，安全了，是个飞升舱。我去出布战车了，叠过来，这些晶和这个甲你拿着。这个蝶跟了我一整局，要不把这个布战车给他吧？这把虽然没吃到什么，但是这威龙对我也不错。这个纵横给他吧。我去，纵横，来这个布战车给你。我还没出过纵横呢，谢谢你。我操！过来，兄弟。有人需要这个吗？收回指令。